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埔里的山区火烧山，1.5公顷的山坡是烧了了，有100外户因为安尼来停电。这个罪魁祸首竟然是台湾山猴。讲这个山猴安尼跳悬、跳低、乌白撞，去互高压电来电到，引发到电荷效应，产生火势，点到这个大枝落叶，造成山林的火灾。是你哈？坐伫涂骹的高山仔半昏迷，无法度行动，骹手拢有臭大的痕迹，边仔就是盗火的山坡林。在地民众怀疑，就是这只高山仔造成山林火警。当时拄好有民众咧耍飞行线，伫空中看到山坡地开始呈烟，火势烧1.5公顷的山坡地，佮造成附近上百万户停电。火警发生之前，附近的电线有高山仔咧跳来跳去。几位兄弟，你们没有戴口罩。台电赶紧抢修，恢复供电。后来嘛证实停电是高山仔碰到高压电引起电荷效应，瞬间产生火车和高温，点到叶啊，意外引起山林火警。走到厝内，你甲看。另外，伫云林岛6南内山区，真侪高山仔伫亲民家厝伫厝顶爬来爬去，佮抢农作物。我行来到遮也唔惊啦，食到规个，安尼看小白有嚣张哦。规涂骹拢是用单调的芭乐，拢是高山仔做的。农民用线香做定时的炮啊，毋过时间一久，高山仔嘛拢袂惊。拢嘛搞铁的。哦。伊落来一边落来拢20-30只，规群的啊。当年冬天是云林、柳丁、柑仔、芭乐的产季，毋过山区的高山仔找无食物，颠倒走去附近的民家厝找食的，佮破坏农作物。有需要可以跟我们农业处来询问，我们来请专业人士来做协助。对高山仔入侵民家厝，政府也无较好的解决办法。敢若使靠大补助设电网啊等等的措施，嘛呼吁民众拄着台湾山猴遵守莫接触、莫甲饲、莫干扰的原则。